创林有线技术课程是予长辈发挥技术天分的所在。开办到今已经1年半，伫台南市文化局甲合同文化技术基金会合作之下，伫桂林文化中心举行成果展，现场相当热烈。1年半的时间，有5期的课程期间，他们发表了非常特别的常民文化，还有一些素人的一些特殊的独一无二的艺术价值。那我非常感谢文化局的支持。那我想老人退休后，我觉得不是只有长照跟日照，而是应该让他们在生活上有更多的一个创意跟艺术的涵养，让我们的整个对高龄化的一个引领的照护，不是只有照顾他们的3餐而已，而是去开发他们整个心灵的创作能量。课程以桂林的生活美学为主轴，整合画图基础、造型表现、甲当代技术，为长辈设计趣味性以及疗愈性的技术体验。经过3位老师的指导，做出无同类型的技术作品。用最简单的材料，用最精简的技巧，让他们去做出一个不输专业的艺术作品。那每个单元大概就是2-3个礼拜的时间，然后我们让他们就是示范之后让他们实作，那实作出来的效果基本上都非常非常的好。依照我们在上课的经验，真的也非常有成就感。那课程的设计有在老师的规划下，有好几个主题都蛮有连贯的比如说这个归人印象顺其自然。作品多元精彩，而且充满故事性，展现出长辈透过技术内涵找出家己的心灵。未来期待创林课程会当加入去社区，和更加侪长辈共同来体验技术创作的美好。台南新闻小台采访报道。